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an 宋先生。我哋今次介紹康澤花園一個 B 座嘅中層6室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68尺，3房。呢個戶型非常罕有放盤。呢度咧係向東南嘅廳房都係可以向東嘅，全個 B 座得1伙嘅啫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先睇睇呢個單位啊！康澤花園名副其實嘅站頂項目，一出地鐵站搭呢個自動電梯已經上到呢個平台嘅啦。呢個花園非常之方便，底下已經有超市，行過天橋已經可以去到呢個市場嘅啦。我哋今次介紹呢個單位差唔多啦。如果中意我介紹或者想約睇樓，隨時聯絡我宋先生，電話61022212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